香港海嘯。故事由 Copilot 及本人一起創作，故事純屬虛構，如有雷同或過於真實，敬請見諒。所有圖片由 Copilot 生成，如有雷同實屬巧合，敬請見諒。所有聲效由 Lovevoice.com 生成。香港海嘯第3章，10樓以下居民的緊急遷離。隨着天文台警告升級至紅色，香港政府緊急通知所有10樓以下的居民必須立即遷移至安全的臨時避難所。李白再次走上了協調的第一線，他召集鄰居們舉行緊急會議，並發放疏散指南。所有住在10樓以下的居民請盡快準備物品，今天下午將有巴士接送大家到指定避難所。請記得攜帶基本生活物資和急救藥品，其他物品可以留在屋內，千萬不要浪費時間。在眾人幫助下，許多居民克服了恐懼，完成撤離計劃。老先生、小家庭與獨居者都在這場行動中感受到了社區的支持力量。沿海及離島居民的特殊應對。隨着天文台的警告升級，沿海和離島地區的居民成為重點關注對象。政府特別為這些居民制定了具體的疏散計劃，因為海嘯將對低地區域造成最直接的影響。在大嶼山的一個漁村，年輕的船隻操作員亞華正在幫助鄰里運送物資。他站在漁船上，提醒村民，政府已經要求我們在警報升級前撤離，大家不要猶豫，現在收拾好自己的必需品，先轉移到附近的高地避難中心。一位老人依依不捨地看着他的漁船，語氣低沉：我一生都在這裏生活，這條船是我的家，可現在卻不得不離開。阿華安慰道：伯伯，現在最重要的是安全，我們會回來的，等風平浪靜後，大家還能重新回到這片海域。另一邊，在坪洲，一群居民正在搬運基本物資到指定的避難船上。坪洲的村長召集大家，他語重心長地說：離島地區雖然美麗，但我們的地勢低，無法抵抗海嘯的強大衝擊。請大家聽從指揮，我們將有專人護送到九龍的臨時避難中心。居民們緊張又井然有序地行動，帶着孩子和年邁的家人，一步步向避難船前進。大海雖然平靜，但那種壓抑的寂靜，讓每個人心頭都隱隱感覺到風暴即將到來的徵兆。現有城市防災系統的漏洞與山泥傾瀉，儘管設計師的新提案和防災演習正在推進，葉博士仍對香港現有城市防災系統的漏洞感到憂心。他在一次會議上坦言，防禦海嘯固然重要，但我們的城市防災系統不僅存在於沿岸地區，還需要擴展到更高危的山坡與低窪地區。多年來，我們忽視了這些地區的深層問題。他打開一份去年山泥傾瀉的統計報告，數字令人震驚。全港一年間發生了600宗山泥傾瀉事故，多數集中於新界和港島的山坡地區。葉博士指着其中一段記錄，這些山坡的土壤結構已經被反覆開發和過度使用削弱，尤其是最近的房屋擴建工程，侵蝕了原有的排水渠道。山坡安全被忽視的危機，葉博士沉重地說，很多山坡距住宅僅幾米之遙，且高度相當於30多層樓。一旦暴雨來臨，土壤結構難以承受水壓，很可能發生泥石流。最可怕的情況是整個社區被掩埋，甚至無法進行有效的緊急救援。地質學專家周博士接過話題，補充道：山坡上的植被流失與水土保持能力下降也是主要原因。當植物根系不再穩固，雨水就會攜帶泥土以更快速度下滑，形成大型災害。暴雨引發的洪水和泥石流不僅威脅山區居民的安全，也容易堵塞城市的排水系統，擴大災害範圍。葉博士特別指出現有排水系統的局限性。排水網絡設計上，很多低窪地區的管道已經接近使用壽命極限，且尺寸不足以應對極端降雨情況。雨水夾雜泥沙，導致排水管道堵塞，雨水湧入居民區，並造成洪水和次生災害。他建議
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山坡的基建設施，增設坡面支撐結構和擴容排水系統，同時推行植被復育計劃，強化水土保持能力。葉博士和周博士在會議結束後站在窗邊，望向遠處的維多利亞港，海面平靜如鏡，但他們的心中卻已看見那隱藏的波濤。葉博士低聲說道：災害面前，人類脆弱如子，但也正因如此，我們才需要將每一分努力投入到預防中去。海水浸蝕物質、樓宇及樹木。伴隨着警報的升級，葉博士還提出了海水浸蝕的深遠影響。海水浸蝕不僅會影響物質表面，更會對樓宇的結構和樹木的根系造成長期破壞。他指出，含有大量鹽分的海水能加速金屬的氧化反應，導致基建如鐵製橋樑和鋼筋結構的承載力下降，這些直接威脅基建的穩定性，可能引發次生災害。地質專家周博士補充道，植物對生態系統的穩定作用不可忽視，但如果樹木的根系長時間浸泡在海水中，會因鹽分過高而逐漸枯萎，失去穩固土壤的能力，最終引發土壤流失和山泥傾瀉。葉博士向政府建議，針對海水浸蝕，我們需要加固基建防護，並在重點地區開展植被保護工作，同時利用技術研發防鹽水滲透的材料，減緩浸蝕速度，保護城市的自然與人造資產。